大家下午好，我叫左月，我为大家献上一首《牧羊曲》，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因为和乐队我没合过，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天堂公园久闻这个天堂公园咱们民乐团的大名鼎鼎，咱们也很多朋友也都是慕名而来。今天呢，我有幸站到这里为大家演唱，非常感谢。唱得不好，请多多担待，谢谢。牧羊曲，就那么长，别把子再拉折了。